sa binilahan namin ng pinya 1 year ago. Samahan nyo kami guys pagpunta doon. 弟弟，我这次开这一台啊，对啊，我知道了。不是我的车开起来怪怪的。对啊，这个没有那么快。一样吗？那个 7-Eleven 在那边什么？买那个凤梨一样吗？已经我们没在那边嘛。对对对对。嗯。我载你去过一次嘛。对。对对对，那里。那里的凤梨好吃啊。对。我去那里买的啊。那个两个你那边你买吗？啊？那个两个给我们的嘛，还有两个嘛，给我们两个嘛。对啊对啊。在那边买吗？对啊对啊。哦，很甜，好吃。好吃嘛啊。对。3颗啊，我买3颗。好不好？好。看你们要吃几颗？好。老板个要吗？老板还要2颗啊。在那里地方勇哥吗？那里算龙崎。哎，龙崎。算龙崎。先会开车的老板才会开车呢。是吗？你信吗？你的老板？老板，我们小时候我先开车的。他不会。他不会开啊。哦。他出去都是我开车载他的。他不敢开啊。现在他开很厉害了，乖乖的。我说小时候那时候啦，以前你们很小的。对啊，他不会开啊，他不敢开，都叫我开。然后现在他很会了。我们分家了以后，那就没办法，自己要开啊，不然我怎么开？对呀。他以前不敢开车，以前都是我开车载他的。哦，很好笑哦。我知道啊。知道。今天怎么没有音乐啊？哦，这个车怎么没有音乐？哦，奇怪哦。应该也是有啦，一定有啊，在这边没有吗？不知道啊，不可能啊。有啦，在这里。没有声音啊。还没啊？你按在那边？我不知道怎么按的，怕按错了，麻烦了。老板决定吗？什么？没有，这个。不知道啊。这个是路的。开路车的。开路式的。我们现在问过这里啊，我要问过去的。哎，这个。确定路子。不用啊。不用。我去刚才那个就好了。那边。这个就好了。奇怪，怎么没有音乐啊？这台车。那现在的。应该有啦，一定到我们不会弄了。对啊，我怕给他弄麻烦啊。
麻烦啊。应该在我们在这里，绿绿的，绿绿的。什么？哦，对了，对。对啊。对，那个是放大的。大大的。对。那还要吗50。 ？50。还有他们里面的同事啊。哦。在这里很多水果啊。什么？在这里很多水果，很贵吗？哦，哪一种啊？多啊，多kayak苹果、凤梨。水果要买那个现在出来的比较哦，小心。比较好吃，对啊，也比较便宜。便宜，对。懂吗？懂。现在凤梨刚出来了，对。可以的，凤梨应该还好了。还好。好吃啊，又便宜啊。15限60公里。你们50，他50，我买50回家好了。15只超1000多块吧。哦。叫什么？还有那个。哦，那个妙事啊。这个很久了。哦。我上次有没有带你去那个养鸡场啊？有啊，对。养鸡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上次去他们人没有在哦。现在？为什么？我朋友他在养鸡的那个不在哦。哦。有吗？有了。有，对。养鸡的呢？有，你忘记了？忘记了。对，很久了，1年。啊。快1年了，是不是？那有呢。那个养鸡场哦，我本来说看你们要不要去去捡鸡蛋啊？啊。你敢下去吗？捡鸡蛋呢？应该不是，没有，捡鸡蛋没有啊。没有。对。我去那边捡了，看你们要不要捡。不用了。那边没有土城那间大，是这间关庙，这一间庙是关庙的代表啊。
没有，这里的庙很多嘞。你来啊？你搞爸爸叫我讲。哦。你啊，拜拜，拜拜。啊你，好，啊你在哪弄啊？哎，我等。用那个没有化妆啊。OK，5G 你用迄个上海四角的迄啦。Pauwi na kami guys. Tapos na. Nakabili na kami ng pinya. Ang init sa labas. Grab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guys. See you on my next video. Don't forget to like, comment, share, and subscribe. Bye-bye.